華夏千年商賈史中，能被後世代代傳頌，冠以千古第一部醫首賦之名的，唯有元末明初的沈萬三。在封建皇權高度集中、從龍益上根深蒂固的古代社會，商人始終處於社會底層，受制於官府，受制於時局，受制於禮制，終身難以擺脫依附與卑微。但沈萬三打破了千年商賈的宿命桎梏，以一介江南布衣之身，無官爵庇護，無世家底蘊，無權貴提攜，僅憑自身卓絕的商業天賦，極致的隱忍勤勉，精進的時局預判，於元末亂世的滔天洪流中踏浪而起。他的財富體量突破了世人對民間財富的所有認知。後世史學界結合元末明初物界白銀購買力、賦稅制度綜合推演考證，沈萬三巔峰時期的總資產折合大明標準白銀可第20億兩以上，囊括萬頃良田、數十座商貿碼頭、上百間連鎖商鋪、龐大遠洋船隊以及遍布南北的產業工坊。這筆財富相當於大明王朝洪武年間整整10年的全國財政總收入，遠超朝廷國庫儲備，足以獨自支撐王朝大型基建、百萬軍隊軍需、全國賑災救濟。古往今來，富可敵國多是誇張讚譽，唯獨沈萬三是歷史上唯一真正做到財富比肩皇權、碾壓國庫的民間商人。也正因這份極致的繁華與耀眼的財富，讓他成為開國帝王朱元璋心中最深的忌憚、最大的隱患。布衣帝王與布衣首富同為起於明末，深耕亂世，卻因皇權與私財的天然對立，上演了一場貫穿半生、驚心動魄的博弈。他憑智慧聚盡天下財富，行善得贏得萬民歸心。最終卻因懷璧其罪，功高震主，不懂正道，從萬丈巔峰轟然墜落，繁華散盡，家族覆滅，流放外方，客死他鄉。沈萬三的一生是一部完整的草根崛起史詩，也是一部血淋淋的封建皇權悲劇。他見證了元末亂世的山河破碎，民生疾苦。親歷了大明開國的江山初定，朝局動盪，用一生喜樂詮釋了封建時代最殘酷的規則。亂世可造富商，盛世不容居假。商人可賺盡天下萬金，卻永遠贏不了至高皇權。600餘年歲月流轉，江南周莊的煙雨依舊朦朧。沈萬三的傳奇與唏噓依舊在人間代代流傳，警醒世人。世上根，千煙；世上根，千世上根。四世數世一，元至元末年，蒙古統治階層徹底腐朽，大元王朝的盛世氣象徹底消散。自元世祖忽必烈開國以來，歷經數十年傳承，皇室內鬥不斷，帝位頻繁更迭，貴族奢美成風，貪腐橫行，層層官僚壓榨地方百姓。元朝統治者堅守民族等級制度，將天下民眾分為四等。漢人、男人地位最為卑微，飽受賦稅、徭役、地租的多重壓迫，終日勞作卻難以溫飽，底層社會矛盾積累到極致，天下暗流衝動，亂象漸生。沈萬三本名沈修，字仲榮，後世尊稱萬三，取萬家之首，富甲三江之義。元大德11年出生於浙江湖州南潯鎮沈家養，沈家世代為農耕人嘅，祖上無高官顯貴，無富商巨賈，世代恪守耕讀全家的樸素理念，靠着祖輩開墾的機茅薄田，世代耕耘，安穩度日。
父親沈又是一位性格沉穩、目光長遠、隱隱堅韌的鄉間農人。不同於尋常安於現狀、固守故土的鄉民，他善於觀察時局、審時度勢，深知亂世之中，固守本分未必能保存家族，唯有順勢求變，主動突圍，才能在亂世之中求得一線生機。林萬三幼年時期，江南尚且維持着表面的安穩。物產豐饒，水系發達，農商興旺，是大元王朝最富庶的賦稅重地。但安穩之下，夷姬早已潛伏。元廷對江南富庶之地橫徵暴斂，賦稅名目繁多，田賦、商稅、徭役層層疊加，每年從江南搜刮巨額財富，供養北方蒙古貴族的奢靡生活。地方官吏借機中飽，施琅魚肉百姓，豪強鄉紳兼併良田，欺壓娼。普通農家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，日子愈發艱難。少年林萬三早早展現出異於同齡孩童的眼界與天賦。別家孩童終日嬉戲打鬧，懵懂無知，專着農耕勞作。他卻天生對數字、物界流通、人情世故極度敏感。讀書識字之餘，他最愛遊走鄉間市集、河道碼頭，觀察商販交易的規則、貨物漲跌的規律、人情往來的分寸。他不喜農耕的枯燥重複，佢痴迷於貨物集散、南北流通、俗理有道的商事規律。小小年紀便悟出流通生財、順勢獲利、誠信立身的樸素道理。父親沈又看透了人子的天賦秉性，並未強行逼他固守農耕本分，反而因材施教，悉心教導他為人處世、誠信待人、穩重務實的立身準則，叮囑他亂世求財必先守德，經商之道貴在人心。這份幼年的教養與熏陶，成為沈萬三日後馳騁商海、立足不敗的核心根基。元至正二年，一場空前的天災徹底打破了江南的安穩，也徹底改寫了沈家的命運。江南全境遭遇特大暴雨洪澇，連綿數月陰雨不絕，江河暴漲，堤壩潰塌，良田被淹，房屋損毀，無數村落淪為澤國。慶水過後，良田顆粒無收，饑荒瘟疫接踵而至，餓殍遍野，流民四起。昔日富庶的江南水鄉，坊間淪為人間煉獄。天災疊加人禍，元廷官府不僅不賑災濟民、安撫流民，反而依舊嚴苛催收賦稅、強徵徭役，絲毫不顧百姓死活。無數農戶傾家蕩產，賣人肉女，流離失所，南尋真十里鄉野，荒蕪破敗，人煙蕭條。等有眼見故土已無生存之地，死守家鄉只會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。當即下定決心舉家遷徙，另尋生路。經過多方考察，反覆斟酌，沈又選擇遷居蘇州周莊。彼時的周莊尚是一座隱匿於江南水鄉的小眾村落，沒有蘇州主城的繁華喧囂，也沒有鬧市的賦稅重壓，卻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。周莊河道縱橫，水網密布，四通八達，水路可直抵蘇州、松江、湖州、杭州等江南核心城池，水運交通極為便利，是天然的商貿流通樞紐。同時這裏遠次官府苛擾，豪強紛爭，民風淳樸，水土溫潤，是亂世之中難得的一方淨土。這次舉家遷徙是林家命運的重要轉折點，更是林萬三商業神話的起點。扎根周莊之後，林家重新開墾荒地，修繕宅院，安穩生計。少年林萬三正式告別懵懂歲月，開始真正接觸市井商事，一步步開啟自己的俗利之路，
傳奇之路。二、白手起家，深耕時政商事，誠信難銘即初心。遷居周莊後，林家家底微薄，一無所有，一切生計皆需從頭開始。青年林萬三徹底摒棄了苦背固守千年的農耕思維，不再局限於耕田從地，自給自足，而是主動擁抱市井貿易，搶找時代商機，正式踏入紛繁複雜的商界。元末江南，南北各據初形初現，地域壁壘，物產差異極大。江南盛產絲綢、稻米、茶葉、棉布；北方盛產皮毛、藥材、鐵器、雜糧。東西南北物產互通有無，蘊含着無窮商機。初入商界的沈萬三，沒有雄厚資本，沒有人脈資源，沒有商鋪摸頭，唯一的依仗便是勤勉刻苦、誠信正直、眼光獨到、心思縝密。他從最底層、最基礎的短途販運貿易做起，每日凌晨起身，奔走於周莊、松江周邊各大市集，調研物價，比對物產，摸排行情。他深知底層商戶生存艱難，從不投機取巧，不囤積居奇，不欺詐牟利，始終堅持薄利多銷，童叟無欺。彼時亂世商事混亂，多數商販唯利是圖，心狠狡詐，利用信息差欺詐鄉民，哄抬物價，以次充好。亂世之中，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。災荒之年，糧商集體封倉囤糧，將米價抬高數倍，逼流民傾盡家財救糧。無數百姓因此傾家蕩產，餓死街頭。而林萬三始終堅守本心，堅守上德，逆勢而行，堅守底線。他將自己收購的皮價糧食無償接濟貧苦鄉民，低價售賣日用物資，最大限度體恤底層百姓，從不趁亂牟利。這份亂世之中難得的誠信與仁善，讓沈萬三迅速在江南民間站穩腳跟，積累口碑。周邊鄉民、市井百姓、小型商販皆願意信任他、親近他、與他合作。百姓優先選購他的貨物，商戶願意與他互通貨源，共享行情，拆借資本。短短數年時間，沈萬三便從一介無名布衣商販，成長為蘇州周邊小有名氣的誠信商戶，積累了人生第一桶原始資本。站穩腳跟後，林萬三不再局限於短途小宗貿易，開始擴大經營規模，擴展貿易版圖。他整合手中微薄資本，專門深耕江南油、布匹、茶葉三大剛需產業，建立穩定的收購、運輸、銷售鏈路。他深入江南鄉村產地，直接對接農戶、工坊，省去中間商差界，既能以更低成本收購優質物產，又能讓利消費者，形成良性循環。同時依託周莊四通八達的水網河道，組建小型運輸船隊，將江南富餘物產販運至江北、皖東、浙西等物產匱乏之地，反程帶回北方特色物產，雙向套利，穩保長收。經商途中，林萬三不僅積累財富，更潛心打磨經商智慧，修煉處世格局。他走遍江南南北數10座城池，見識各地風土人情、官場規則、市井百態，識人、識勢、識局的能力遠超普通商戶。他深知小商逐利，大商逐勢，巨商逐德。尋常商販只看眼前盈虧，頂級商人必看時代大勢，人心向背，長遠格局。這份遠超時代的商業認知，為他日後登頂商界巔峰奠定了堅實的思維基礎。在深耕本土貿易的數年裏，沈萬三始終低調務實，穩步擴張，不冒進，不浮躁，
不願乎，一邊積累資本與人脈，一邊觀察時局變化，靜待時代機遇。他深知個人能力終究有限，想要塑造頂級商業格局，必須借力貴人，借力大勢，借力時代，而這份蟄伏等待，終於讓他迎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逆襲機遇。三、貴人相助，得巨富不生貴贈，資本若千破格局。元末江南商界群雄並起，富商林立，而陸德元是彼時蘇州乃至整個江南最頂尖的商界巨擘。陸德元深耕商事數十年，掌控江南大量碼頭、商鋪、遠洋渠道與人脈資源，家產雄厚，根基深厚，眼光獨，是元末民間貿易的核心掌控者。他精通內陸貿易與海外遠洋貿易，人脈通遞官府、市井、海外諸國，在江南商界擁有一言九鼎的地位。住至元末末年，天下大亂，戰火四起，時局動盪，各路諸侯割據混戰，百姓流離失所，商事動盪不安。陸德元半生富貴，閱盡滄桑，早已看透亂世富貴皆是浮雲，家財萬貫皆是負累。亂世之中，財富越多，禍患越多，權勢越大，疑忌越重，稍有不慎便會滿門傾覆，身敗名裂。晚年的陸德元早已無心經營龐大產業，一心想要退去俗世繁華，歸隱山林，潛心修道，安度餘生。坐擁萬億家產，龐大商業版圖，陸德元不願將產業傳給子嗣。他深知亂世之中，子孫無頂級格局，無過硬能力，坐擁巨面財富，只會招來殺身之禍、滅門之災，反而會害了後人。他便觀江南後輩上戶，苦苦尋覓品性端正、能力出眾、格局開闊、值得託付產業的接班人。在眾多年輕商戶之中，陸德元唯獨對沈萬三稱為有加，格外賞識。多年觀察之後，他認定沈萬三是百年難遇的商業奇才，勤勉務實、誠信正直、不貪不義之才，心懷悲憫善心，同時頭腦靈活、眼光長遠、敢闖敢拼，懂得審時度勢，兼具商人的精明與仁者的寬厚，格局與品性遠超同輩商人。更難得的是，沈萬三出身布衣，心知弟從疾苦、富貴、不驕、逆境不餒，擁有成就大業的堅忍心性。經過長期考察與斟酌，陸德元做出了震驚整個江南商界驚天決定，將自己畢生積累的半數家產，全部成熟商鋪、水運碼頭、遠洋船隊、貿易渠道、高端人物、產業工坊悉數無償贈與沈萬三。這份貴贈並非簡單的金銀錢財，而是一套成熟、完整、頂級的商業帝國體系，是無數商人畢生難求的頂級資源。這份天賜機緣徹底改寫了沈萬三的人生軌跡，讓他完成了從普通富商到頂級巨賈的跨越式蛻變。在此之前，沈萬三的經營始終局限於江南內陸短途貿易，規模有限，增長緩慢，格局受限。而陸德元的貴贈，直接讓他擁有了頂級資本、成熟體系、全球渠道、高端人脈，徹底打破了地域與行業的桎梏，擁有了布局天下、聯通海外的底氣與實力。得此巨額貴贈後，沈萬三並未驕奢放縱、肆意揮霍，反而更加沉穩謹慎、勤勉務實。他感念陸德元的知遇之恩、託付之情，始終心懷敬畏，不負所託，潛心梳理，整合所有產業資源，優化經營模式，規範貿易流程，拓寬商業版圖，將這份厚重的貴贈一步步發揚光大，做大做強。四、縱橫四海，遠洋貿易冠天下，締造千古商業神話。
手握頂級資本與成熟貿易渠道。林萬三徹底跳出江南內陸貿易的局限，將目光投向了廣闊路雲的海外南海，精準抓住元末海禁從此民間遠洋貿易自由的時代紅利，開啟了震驚整個時代的遠洋貿易版圖，締造了屬於自己的商業神話。元朝相較於歷代王朝，對海運管控極為寬鬆，沒有嚴苛的海禁政策。東南沿海民間商船可自由遠航南洋、西洋諸國，海內外物資流通順暢，貿易壁壘極低。彼時中原大地的絲綢、瓷器、茶葉、刺繡、手工精造器物，皆是海外諸國爭相追捧的頂級奢侈品，在海外擁有數十倍的日界空間。而南洋、波斯、阿拉伯等地的珍珠、瑪瑙、寶石、香料、西角、象牙、珍稀藥材，在中原更是稀缺貴重之物，雙向貿易利潤極為豐厚。林萬三傾盡全部資本，打造規模化、專業化的頂級遠洋船隊。他斥巨資建造數十艘巨型海船，船體堅固，載重驚人，工藝精良，可抵禦海上狂風巨浪，長途遠航跨洋航線。每一艘海船都配備專業水手、領航匠人，貿易管事分工明確，各司其職，流程規範，形成標準化的遠洋貿易團隊。他立足江南產業優勢，在蘇州、杭州、松江等地點收購頂級絲綢、官窯精品瓷器、高山雲霧茶葉、精工刺繡擺件，批量裝載入海，遠航至南洋爪哇、蘇門答臘、暹羅馬來半島以及波斯灣、紅海沿岸、阿拉伯半島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。中遠精工物產憑借精湛工藝、精美品相、優良品質，在海外市場供不應求，天價成交，為沈萬三賺取海量百人珍寶。遠洋返程之時，船隊們在海外珍稀特產而歸，將異域珍寶、稀缺物資運回中原，分銷至江南富庶之地、北方京城、各大州府、皇宮貴族、富商鄉紳是宦人家爭相搶購。每一次遠洋貿易歸來，都能為沈萬三帶來幾何倍數的財富增長。相較於傳統內陸貿易，遠洋貿易利潤更高，規模更大，增速更快，成為沈萬三財富暴漲的核心支柱。除了壟斷遠洋貿易、把控海外商機，沈萬三同步深耕本土全產業鏈，實現海陸雙線佈局，全面開花，全域壟斷。農業上，他大規模購置江南良田、萬頃良田，遍佈蘇州、湖州、松江、常州等江南核心富庶區域，坐擁江南最優質的土地資源。每年田租、糧食產出收入，便可媲美數個州府的全年賦稅。工業上，他開辦規模化絲綢工坊、織布作坊、茶葉加工焊、木器精造工坊，實現物產收購、精細加工、統一銷售的一體化閉環，降低成本，提升品質。壟斷市場商貿上，他掌控江南數10處核心河道碼頭、水運樞紐，壟斷南北內陸水運貿易，成為江南商事的絕對掌控者。短短10餘年時間，沈萬三整合農工商運海外逆全產業鏈，建立起橫跨海內、貫通南北東西的龐大商業帝國，財富積累速度冠絕古今。巔峰時期，他名下商鋪遍佈全國，主要城池，船隊縱橫四海，往來諸國，良田萬頃，宅院千間，珍寶無數，錢糧如山。民間財富體現徹底碾壓地方官府，比肩朝廷國庫，真正實現了史書所載的富可敵國。暴富後的沈萬三從未迷失本心，驕奢跋扈，肆意奢靡。他深知財富取之於時代，取之於百姓，
必當回歸鄉土，造福萬民。扎根周莊數十年，他持續斥巨資修繕河道、修進水系、鋪路建橋、修建學堂、修繕義倉、救濟孤寡、幫扶寒門學子。昔日偏僻破敗的周莊村落，在他的傾力打造下，河道規整，橋樑縱橫，商貿興旺，民居雅致，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富庶水鄉、商貿重鎮，奠定了周莊千年繁華的根基。時至今日，周莊流傳的沈廳、古橋、水系、街巷依舊鐫刻着沈萬三當年的繁華與善舉，被後世遊人代代瞻仰。彼時的沈萬三，才名滿天下，善得全江南百姓共欽其恩澤，相互敬仰其格局，鄉紳稱頌其德行，是亂世之中人人稱頌的商界聖賢、濟世善人。若無時局劇變、皇權猜忌，他本可坐擁一世繁華，安穩終老，名垂青史。可亂世洪流滾滾向前，皇權博弈悄然降臨，屬於他的危機依然悄然潛伏。亂世站隊，依附張士誠埋下禍根，時局無奈着宿命。元末末年，元廷統治徹底崩塌，天下群雄並起，逐鹿中原。山河破碎，戰火燎原。曾有亮國居江漢，兵強馬壯，張士誠佔據江浙，富庶安穩。朱元璋崛起江淮，殺伐果斷。三方勢力相互征伐，割據混戰，天下陷入大亂。富庶的江南地區是全國經濟核心，賦稅重地，物資樞紐，自然成為各路諸侯爭相爭奪、誓死必守的核心腹地。扎根江南數十年，掌控江南半數商事，坐擁敵國財富的沈萬三，瞬間被推到時局的風口浪尖、亂世之中。無依據假宗救身不由己，無從選擇，無兵權、無政權的商人，永遠只能依附各居勢力，順勢站隊。一旦站錯陣營，選錯靠山，便是滿門傾覆，萬劫不復。彼時的沈萬三，手握億萬財富，掌控江南商事命脈。他的選擇不僅關乎自身家族存亡，更影響江南戰局走向、民生安危。彼時佔據蘇州、江浙全境的割據勢力是張士誠。張士誠出身鹽商，深知商賈不易，百姓疾苦，性情寬厚，體恤民情，溫潤謙和。割據江南期間，他推行輕徭薄賦、安撫流民、保護商事、休養生息的政策，最大限度保存了江南的經濟體系，市井商貿與百姓生計。相較於殺伐果斷、軍紀嚴苛、從農抑商、仇視富商的朱元璋，張士誠無疑是江南商戶、百姓眼中最溫和、最靠譜的割據君主。江南本土士族、商戶、百姓皆感念張士誠的護佑之恩，紛紛主動依附，鼎力支持。沈萬三扎根江南，產業人脈盡數聚集於此，為保存家族產業，守護一方百姓安穩，避免江南戰火蔓延。無奈之下，選擇依附張士誠，成為其最核心的民間財力支柱。張士誠割據蘇州的10餘年間，沈萬三傾盡家財，鼎力相助，為其籌措具、奀軍糧，打造軍械兵器，修繕蘇州城防，補貼軍需開支，安撫流亡士兵。每當戰事爆發，他主動出資，捐助糧草物資，修繕破損城池，安撫受傷將士，全力支籌張士誠政權，固守江南，抵禦外敵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沈萬三的財力之長，自張士誠能夠穩固江南，割據一方，與朱元璋抗衡的核心底氣。沈萬三的選擇，自亂世之中的無奈自保，是守護鄉土的被動之舉，並無任何謀反叛逆、割據自立的野心。可在朱元璋眼中，這份依附與資助成為無法饒恕的原罪，
永不消解的舊怨。朱元璋出身布衣，歷經半生征戰，生性多疑，猜忌心極重，性格剛硬，策伐果斷，對所有曾經依附對手、資助敵寇的勢力，都心懷刻骨仇恨，絕不姑息。在朱元璋的認知裏，林萬三坐擁敵國財富，不依附天命所歸的自己，反而自助割據叛軍，對抗自己的統一大一事，是妥妥的不忠不義，亦甚相貫。這份深埋心底的猜忌與怨恨，從朱元璋起兵征伐江南之時便已扎根心底，只待江山一統，時局安穩，便會徹底爆發，盡數清算。而深諳上道、精通謀利、善濟百姓的沈萬三，卻始終沒能看透政治的殘酷，帝王的猜忌，為自己日後的覆滅埋下了致命伏筆。黨也明開國，皇權忌憚纏身，現才贖罪難脫身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歷經數十年征戰，掃平群雄，推翻元朝，平定江南，一統天下，定都南京，建立大明王朝。江山初定，天下歸一，新朝建立百廢待興，卻也滿目瘡痍，百弊叢生，國庫空虛，財力匱乏。常年戰亂導致全國田地荒蕪，人口銳減，商貿凋敝，民生困苦。朝廷既要安撫流民，恢復農耕，重建經濟，又要修繕帝都，鞏固國防，供養百萬大軍，安撫四方藩屬，財政壓力空前巨大，舉國上下財力枯竭，舉步維艱。朱元璋作為布衣帝王，深知民間財富積累的速度與力量，更對民間巨富抱有極致的警惕與敵視。他一生推行從農益商國策，極度打壓商賈勢力，認為商人不是生產，逐利投機，囤積財富，蠶食國力。在他的皇權認知中，普天之下莫非黃土，出土之濱莫非王臣。天下所有財富、土地、人口、物產、大貴，帝王所有，朝廷掌控，絕不允許民間私人擁有超越國庫、凌駕皇權的巨大財富與影響力。而坐擁億萬身家、富可敵國、曾鼎力資助死，對投張士誠，在江南民心所向，聲望遠超官府的沈萬三，瞬間成為朱元璋心中最大的隱患、最忌憚的存在。在朱元璋看來，沈萬三財富滔天，人脈通帝，民心歸附，影響力遍布江南。若生懷異心，聚眾作亂，資助反賊，必將動搖大明根基，顛覆新生王朝。此人一日不除，大明江山一日不安，皇權威嚴一日固。敏銳的沈璜，心狠快挫，國道帝王的猜忌，朝堂的敵意，時局的凶險。半生浮沉，閱盡世事的他，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一朝時局一朝運。新朝建立皇權之上，自己昔日的站隊過錯，極致的財富體量，過高的民間聲望，皆是致命罪過。為保存家族老小，消解帝王猜忌，化解滅頂而機，沈萬三放下所有身段，傾盡畢生財富，主動向大明朝廷示好效忠，試圖以極致的忠心、無私的奉獻、全力的報效，換取皇權的包容、家族的安穩。洪武初年，朱元璋下詔全面修繕，擴建南京帝都城牆，歷經多年戰亂，嚴京舊城城牆殘破不堪，坍塌破損，雄與薄弱，既無法彰顯大明王朝的帝王威儀，也無法保障帝都安全。擴建南京城牆是開國第一大超級工程，工程規模浩大，磚石耗材無數，人力投入巨大，耗資數以千萬兩計，工期緊迫艱巨。彼時大明國庫空餘也，財力枯竭，朝廷根本無力獨自承擔如此龐大的工程開支，滿朝文武百官束手無策，一籌莫展，
冇人敢擔此重任。就在朝野上下冇人敢接舉國財力匱乏之際，林萬三主動上書朝廷，自請擔責，自願獨家包攬南京都城半數城牆的全部修築工程，所有磚石物料、人工成本、工期開銷、後勤保障，全部由自己一人全額承擔，無需朝廷撥付一分一毫國庫銀兩。此消息傳遍朝堂，滿朝文武無不震驚嘩然，瞠目結舌。半數帝都城牆工程，自舉國頂級基建工程，耗資千萬，歷時數年，勞師動眾，即便藩王諸侯公憤世家，都難以獨自承擔。一介布衣商賈卻甘願獨家包攬，無償報效，這份財力格局足以碾壓朝堂權貴，震懾大明皇權。朱元璋聽聞之後，心中忌憚更甚，殺意暗生，卻因國庫空虛，急需財力資產工程，只能暫且應允，隱忍不發。承接工程之後，林萬三全身心投入成場修築，親自坐鎮督辦，全程把控質量，嚴格管控工期，細化施工流程。他斥巨資採購全國頂級青石、青磚條石、糯米灰漿等優質建材，招募數萬精良工匠，熟練勞工，分班輪作，日夜施工，精益求精，保質保量。相較於官府負責的另一半城牆，沈萬三承建的城牆用料更優，工藝更精，牆體更堅，布局更穩，工期更快，質量更高。官府負責的工程拖沓懈頭，管理推諉，層層克扣物料，偷工減料，弊病叢生，工期延亂。而沈萬三負責的民間工程廉潔高效，保質保量，提前竣工，無可挑剔，堅固耐用。工程完工後，南京城牆巍峨壯闊，堅固挺拔，氣勢恢宏，成為明初帝都標誌性建築。朝野百官、南京百姓、南北士人無不稱頌沈萬三仗義疏財，忠心報國，財力雄厚，做事靠譜，可萬民稱頌的功績，在朱元璋眼中卻是赤裸裸的僭越，刺眼的挑釁，公然的蓋主。帝王本應獨享開國功績，萬民敬仰，天下歸心。如今一介布衣商賈，風頭蓋過朝廷，功績生過官府，聲望展也百官，贏得天下民心歸向，儼然有功高震主，民歸師門之勢。沈萬三本上日，依此功贖罪，效忠朝廷，安撫帝和，卻弄巧成拙，豁得其反，徹底激化了君臣矛盾，讓朱元璋的猜忌與殺意遞到頂峰。演提出一個驚天請求，自願出資犒賞大明百萬三軍將士，給每位士兵發放100-200文的賞賜。此言一出，朝堂死寂，群臣駭然。犒賞三軍，自古以來便是帝王專屬的至高權力，是皇權威嚴觀恩浩蕩的核心體現。唯有天子有權封賞將士，掌控軍心，籠絡軍隊。沈萬三一介布衣百姓，無官無爵，無職無權，竟敢越俎代庖，思想天子軍隊，變相籠絡軍心，掌控將士，收買軍心。這已然不是簡單的炫富獻媚，而是赤裸裸的僭越皇權，覬覦權。昔日門庭若市，賓客盈門的沈府，瞬間淪為罪臣府邸。親友四散，賓客遠遷，奴僕逃竄，樹倒猢猻散，半生繁華，半生榮光。終究抵不過帝王一老，皇權一隅。彼時的沈萬三已是年近六旬的老者，垂暮之年，一無所有，背負罪名，被逼遠賜故土，遠赴萬里之外的雲南蠻荒之地。雲南地處西南邊陲，群山環繞，瘴氣瀲漫，土地貧瘠，人煙稀少，自古便是流放罪臣的苦寒之地。而雷起，豪惡劣，疫病橫行，
物之匱乏，民風彪悍，與江南的溫潤富庶煙雨繁華天差地別。一路西行千山萬水，風雨兼程，漫漫山濤着連埋的身軀，徒步不涉萬里路途，歷經風霜雨雪，飢寒交迫，疫病侵擾，受盡世間苦楚。昔日錦衣玉食，前呼後擁的首富，如今粗衣敝履，孤身飄零，冇人相伴，唯有一名老僕不痴不氣，貼身照料。即便身處絕境，身陷蠻荒，沈萬三姨夠沒有徹底沉淪，一蹶不振，半生商海沉浮，早已練就他堅韌不拔、順勢而為的品性。抵達雲南之後，他強忍苦難，調整心態，再度洞察商機，重啟商事。彼時雲南地處西南邊陲，茶馬古道貫通南北，自川滇藏三地物資流通的核心樞紐，商貿潛力巨大，卻因地處偏遠，開發不足，商機冇人挖掘。沈萬三依託自己數十年的經商經驗，敏銳的商業眼光，深耕茶馬古道貿易，打通雲南與川楚、中原的物資流通渠道，販運茶葉、鹽鐵、布匹、藥材等剛需物資，盤活西南邊陲商貿。短短數年時間，他再度在雲南站穩腳跟，積累財富，依舊具備不俗的經商實力。可他終究是大銳之身，流放之人，遠痴故土，家族黐散，身不由己。縱使經商天賦依舊，也再也無法復刻昔日的商業神話，只能在蠻荒之地苟延殘喘，潦倒餘生。命運的劫難並未就此止步，皇權的情船從來不會半途而廢。朱元璋從未真正放下對沈家的忌憚與猜忌，流放晚三，抄活家產，僅僅是皇權清算的開端。真正的滅頂之災，在數年之後轟然降臨。洪武26年，大明爆發震驚朝野的藍玉案，朱元璋借機大肆清算功臣，株連朝臣，肅清異己，數萬朝臣百姓慘遭牽連誅殺，朝野上下人人之疑，血流成河。沈家本已是落敗之族，流放自家，本該遠次朝堂紛爭，安穩避禍，卻終究沒應逃過皇權的清算。林蘭山的女婿顧學敏，為人豪爽，交友廣泛，曾與藍玉部下有過永玉一戰自佐，故劉恒玉軍隊的戰馬物資。這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卻被有心之人刻意揭發，無限放大。咁依為這機深入追查，在故事府底地窖之中，走出3000兩黃金與一張蘇州織造局防務地圖。這本是尋常財物與地方輿圖，卻被朱元璋定性為通逆謀叛、私藏軍械、圖謀不軌的鐵證。朱元璋借機大興株連，徹底清算沈家。下旨將沈家林梅老幼178口，盡數收監治罪。昔日龐大的沈氏家族滿門入獄，無人幸免。這場慘烈的家族浩劫，徹底終結了沈氏百年根基。女婿顧學民被判處凌遲極刑，沈家直系子弟盡數流放邊陲，充軍為眾之親族，或斬首，或流放，或貶為削民，終身不得入仕經商。朱元璋為泄心頭之恨，徹底抹去沈家痕跡，甚至下旨挖掘沈家祖墳，焚毀先祖棺木，將骨灰撒入秦淮河中，讓沈家先祖屍骨無存，永世不得安處。遠在雲南的沈萬三，聽聞家族覆滅，滿門遭難，祖墳被掘，子孫受難的噩耗，年邁的身軀再也承受不住這般毀滅性的打擊，半生拼搏，半生榮光，終究落得家破人亡，斷子絕孫，祖墳不保的淒慘結局。無盡的悲痛絕望，悔恨席捲全身，
加之常年流放的風霜疾苦，瘴氣疫病侵蝕身體，林萬三一病不起。洪武26年冬，在雲南邊陲的茅草陋室之中，一代千古首富林萬三凄涼辭世，終年78歲。臨終之時，年往嘅顏母陳無故，身無障物，滿目瘡痍。回望一生從布衣草，根到富可敵國，從人間巔峰鬥塵米落定。半生繁華，半生悲涼，終究難討皇權碾壓，盛極而衰的宿命。曾經坐擁天下財富，最終卻連一方安穩墓地都難以擁有。潦草喺藏域雲南邊陲荒山，冇人祭拜，無人追思，何其悲涼，何其唏噓。縱觀沈萬三的一生，是傳奇輝煌的一生，也是悲劇慘烈的一生。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天賦的商業奇才，生於亂世，起於美末，不靠家世，不靠權貴，僅憑一己智慧，勤勉與誠信，打破時代桎梏，締造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民間商業神話，創下無人超越的民間財富巔峰。他精通農工商，謀全產業鏈運營，深諳海內貿易之道，精準把握時代機遇，順勢而為，步步為營，展現了極致的商業智慧與經營能力。更難得的是，暴富之後的沈萬三，從未迷失本心，驕奢跋扈，始終心懷蒼生，樂善好施，深耕鄉里，造福一方，修繕城池，鋪路建橋，賑災濟民，扶持上莫，用財富回饋社會，守護百姓，贏得一方百姓世代感染。時至今日，江南百姓依舊傳頌着沈萬三的善舉，周莊的千年繁華依舊根植於他多年的深耕建設。可他的悲劇也是時代的必然，人性的必然，格局的必然。沈萬三一生精通商道，洞悉利益，善於造勢，卻唯獨不懂皇權之道、君臣赤道、政治格局。他一生逐利而行，順勢而生，卻在最關鍵的時局之中，看不清專制皇權的本質。在皇權至上的封建時代，天下萬物皆歸帝王掌控，民間財富永遠之行依附於皇權，服務於皇權，連我絕不能超越皇權，心動皇村顯示我。沈萬三最大的過錯，從來不是家財萬貫、富可敵國，而是他不懂藏富，不懂守拙，不懂示弱。他錯把財富當成自保的籌碼，錯把奉獻當成忠心的證明，錯把帝王的包容當成理所當然。修築帝都城牆，功蓋官府，封頭蓋主，冒犯帝王威嚴，好上三軍將士，僭越皇權，觸碰底線，撼動軍權根基，昔日依附張士誠，資助敵寇，埋下帝王猜忌的禍根。多種過錯疊加，終究讓帝王忌憚，皇權碾壓，最終落得家財散盡、家族覆滅、嚇死萬方的悲慘結局。沈萬三的一生更是一面映照封建皇權本質的鏡子。在大明專制皇權體系下，從來沒有真正的民間富貴，所有的財富、榮光、地位，皆由皇權賦予，亦可由皇權隨時收回。帝王需要富商財力資產朝堂開支，建設國家之時，便包容其存在，默許其繁華。一旦富商財富過剩，名聲過大，功高震主，觸動皇權威嚴，便會被無情清算，徹底抹殺。林萬三富可敵國，卻終究敵不過至高無上的皇權。他能掌控天下商事，賺取人間萬金，卻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，護不住自己的家族。他的崛起是時代機遇與個人能力的完美結合，他的隕落是民間資本與專制皇權的必然碰撞。600年歲月流轉，滄海桑田。
王朝更迭，皇權覆滅，曾經的大明江山早已煙消雲散。朱元璋的帝王霸業早已淪為歷史塵埃，而沈萬三的傳奇故事卻代代相傳，經久不息。世人依舊驚嘆他空前絕後的財富神話，依舊惋惜他盛極而衰的悲慘命運，更從他的一生之中讀懂了為人處世、經商立業、審時度勢的深層智慧。自古富貴難長久，鋒芒太露必傷身。沈萬三的一生，用極致的繁華與極致的悲涼，印證了千古不變的真理：財不外露，功不蓋處，盛極必須過江而治。真正的強大，從來不是鋒芒不露、正氣凌人，而是藏鋒守拙、低調內斂、知進退、懂分寸、識時務。昔日江南煙雨，萬家繁華，早已隨風散去，唯有沈萬三的傳奇流傳千古，警示後日。他是千年唯一的布衣首富，是亂世崛起的商業傳奇，更是封建時代皇權之下最令人唏噓、最發人心省的悲劇英雄。